第5章，凡那对人间竞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上帝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甲赎罪祭，以为体谅遐个愚妄的甲失迷的人，因为伊家己也是互软弱所困，所以安尼，伊理当为百姓甲家己献祭赎罪。这个大祭司的尊荣，无有人自取的，只有要得到上帝所调，亲像阿伦一样。安尼，基督也毋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就是在地向伊讲，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的迄一位。就亲像圣经顶讲，阁有一位，你是照着麦基先德的顶处，永远做祭司。基督伫肉体的时阵，既然大声哀哭，流目屎祈祷，恳求迄个为救伊免死的主，就因为伊的虔诚得到应允。伊虽然做囝儿，也是因为所受的苦难而顺叹。伊既然得到完全，就为凡那顺叹伊的人，成了永远得救的君王，搁得到上帝照着麦基先德的顶处，称伊做大祭司。论到麦基先德，阮有一寡话，并且学得归明，因为恁听袂入去。看恁学习的功夫，本应该做师傅，一嘴在还佫有人将上帝圣言的小学开端，另外教导恁，并且成了迄个必须食年的，袂为食干粮的人。只凡那为食年的，拢无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因是婴仔，独独长大成人的，才会食干粮。因的心窍练习的通达，就会分辨好歹。